今日係國慶日，多個團體下晝發起反貪腐保民生遊行。主辦團體話一共有5000人同1000幾部電單車參加，而警方就話有2000人同1003部電單車參加遊行。遊行人士喺遞信之後和平散去。行政長官何厚鏵喺國慶酒會當中就表示，會銳意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，亦都會舒緩各階層所面對嘅通脹壓力。而家先由黃彩晶報道遊行嘅情況。下午1點鐘開始，一批遊行人士手持住反對官商勾結、反對輸入外勞、不滿道路交通法實施等等嘅標語，陸續喺祐漢街市集合，更加有人即場用鉸剪剪頭髮表示不滿。發起遊行嘅團體職工聯盟原定喺下午2點半開始遊行，遲遲未能夠起步。主辦方更加突然傳出要更改路線，部分工人唔理會主辦方嘅勸告，喺現場起哄。期間更加有人互相推撞，情況一度混亂。喺爭持近15分鐘之後，示威者最後按原定嘅路線出發。另外一個發起遊行嘅團體就喺三角花園集合。當有警車經過嘅時候，部分人士拍打警車。經過一輪擾攘，遊行人士喺2點15分左右起步。除咗參加遊行嘅人士之外，仲有大批市民駕駛住佢哋嘅電單車到場聲援。期間仲不斷響安。反對道路交通法啊嘛。但係琴日都有喎，點解琴日都有㗎？我哋都係啊，又嚟啦要。係啊係啊。係咪有冇去啊？有啊。你今日又要去啊？因為表達唔到我哋所講嘅嘢啊嘛，政府唔知啊嘛。即係本路嘅市民啊，揾食艱難啲咯，呢邊啫。即係輸入外勞太多得滯啊！即係本路已經啲居民已經揾唔到錢啊！啲物價又上升。即係咁，你支唔支持佢哋今次嘅行動？我梗係支持佢啦。點解咧？係啊，我雖然冇車，我都支持佢嘅。係啊。電單車喺遊行隊伍嘅前方。大隊去到舊麗都戲院嘅時候，要求向前直入提督馬路，但係被警方阻止。雙方喺十字路口一帶僵持咗約10幾分鐘，最後遊行人士轉入美副將馬路繼續前行。嚟到交通廳呢度嘅時候呢，遊行隊伍係一度停低落嚟，大嗌佢哋口號，要求政府暫緩執行新交通法。
隊伍一直沿水坑尾向前行。去到政府總部，發起遊行嘅團體先後遞信，之後和平散去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彩晶報道。